该输的呢？咦，你落去种树哦，泡出来个树皮，经过吹过后，利用油水分离个铁芯，种树就变成奶油了呢。韩国种咯，做得变出乜个好个可好油性呢？又火又有真，到底你个咩乜个呢？要下家教可好，也为来到美丽嘅跳舞国中。學校除咗當關心學生嘅課業之外，未當鼓勵同學把在興趣專長。你看，也得你嘅同學打晒都按吃菜，難想啊！你也得俾上課，平常當幸福呵。同學們講好，謝謝好，你都有精神哦。因為我們大家嘅問題，馬街係台灣三寶，花果龍龜，花果龍龜還有馬街。樟腦，樟腦，茶葉，還有甘蔗，蔗糖啦。哦，蔗糖。啊，你唔會嘅重點啊，就係樟腦。你了解樟腦係乜嘅冇？沙樟腦的，沙樟腦的。好，啊你，我哋就請今本嘅口號先生靜香老師，好唔好？好。嚟到培養靜香老師。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靜香老師好。剛才我聽到你們在討論樟腦可以殺蟑螂，對不對？那你知道蟑螂還有什麼樣的用途嗎？唔知呢。唔知哦，啊你唔知蟑螂係用辦災嘛？咩唔知呢？咩唔知唔怕，演出嚟看一下 VCR 哦。呢度探索內容嘅邊咩？嚟到狀吧，先嘅對種腦嘅鐵線，當書師專門做種腦嘅老師傅哦。5年級。做種腦嘅專家，有幾十年做種腦嘅經驗，無論係種樹，也係種腦製品，全部都懂了嘅哦。啊，準，係。這個種樹吼倒落來，較早是用手捧產的是現場入去產，常常係用一布台度，再用把狀的農藥叫，將剪一節節卡在兩個長度，將用了木馬個頭，那木馬是用直接卡到料這樣，那就唔可能係產，太方便。624年，老種樹用下山，雖然要東山那個木馬天數，不過也係動辛苦誒。到底了種樹運轉去工料過後，按太低嘅樹誒，按樣板變做內容呢？因為咧種樹內度佢要分幾啊千種，種香種同樹種，特別陽太類要分開來，分好按照去產一批一批，按照呢個垂度落去。普通的案子，看它的1000斤的樹哈，它有產片，按這個材當然也是同時的貨，本來用的是貨模停啊，是不是停貨？啊，你用個真機已經燒，還是緊塌，特別扎，變順了做啊，特別扎嘅。將氣將白氣就未熱，唔好講空嘅所在，氣啲嘅周邊，按較窄嘅所在，氣無啲嘅個位，按就腳唔睇，所以做幾天就拉特別咗平均窄按用炸料自己就是好不要緊小火，氣緊衝吼，按佢塌就未妙，就未識跳。那個蒸汽同油吼，呢度嘅油本來蒸汽帶出來，係你個排氣管，先排俾佢哦，按經過了用個攞連續機啦。要滴到水位，我把水按降是滴落去啊！冷水滴啊，因為滴下半鋪啲小水就未出來，個水滴灌出來小水。按照水滴好叫做自然嘅氣體，按照水變熱體嘅，熱體是熱體嘅中間呢就是油變水，咪同一條水。做個技術係分油機啦，分油機因為分油機嘛個意思，因為油同水冇相關嘅比例哈嘅。油較強，水較粗，按油個破面，按水個輕啲，按其實一格去減排。按你做按多講咧，因為有乜講一格，你按照仰毛槍天一格，天格仰毛槍第3格、第4格嘅，安尼一格去贏。有乜叫出來了這些油咧，然後滴到了，
就浮了缅甸了这油啦，啊了缅甸了一出了个，我缅甸油酱个。当然。按那条嘅种酥泡咗酥皮过后，经过菜，就做得变做糖多用做嘅糯油哦。并不给冷过后嘅糯油啊，会结晶变到一点一点嘅糯沙。其他糯油香药都充满中糯嘅香味，系最天然嘅叫做纯嘅东西哦。刚还有通过 PCR 的嘛？哦。安尼呀，迄嘛该？樟脑块。好，呀咧，呀迄嘛该？哦，按聪明哦，安尼呀咧？樟脑球，球嘛该？可以有球嘛该？小馒头。小馒头。哦，呀个最难的问题，呀迄嘛该？大家真係动腔哦，有樟脑沙哎。金祥老师，根本有一搞嘛个游戏嘞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利用樟脑的性质。首先呢，我要把樟脑跟这一本盐巴，我们把它混在一起。混在一起以后呢，我们要利用樟脑的性质来把它们整个分离掉哦。糯沙老洋腐泥嘅油气我该除了油、果糖、有了晶体、沙拉油、水、塑胶皮、来打、糯沙、有盐。用樟脑老盐无佢嘅性质，老餐厅下嘅盐，老樟脑分开，利用各种材料品质哦。到底要怎么用呢？好吧，以我的第六感来看的话，用水好了，因为水可以先把盐巴溶解，如果过滤完的话，就只剩下樟脑啦。我选择糖好了，说不定可以引来蚂蚁帮忙分一分。哎，闻一闻就知道了，盐巴和那个樟脑是不同味道，樟脑有那种特别香味，只要闻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分了。好了，就有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要随便选一个，我也只好选这个。好了，那其他我也觉得不可能了。同学选好一个材料过后，大家开始腐泥实验了。看大家当有信心嘅用嘅，到底老水嘅、老糖嘅、老油嘅同學，馬上會成功咯。也係啲嘅啱啱嘅一點一點分嘅同學會成功咧。可以，同学，你看一看，我的盐巴沉在水里面，水底。我的樟脑浮在水面上，这样不是分开了吗？你怎么知道上面是什么，下面是什么？盐巴溶水的，就是溶水度比较高，因为樟脑不溶于水，而且它又比较重，所以它就浮在水面上。哦，那你很厉害，我看你很厉害，做失败。做失败了吧？谁叫你要用它？你发现马干嘛？有啊。马干。我的盐都沉在水底，樟脑都浮在水面上。这给哪看呀？盐沉在水底。哎呦，金香老师，同学说水底下呢，这个是盐，那上面是樟脑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我们这位同学，你是用什么把它分离？水啊。水哦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让水再加多一点呢？做乜嘅會落卡到對位水呢？到底會產生乜嘅變化咧？所以刚才呢，为什么盐还在？水太少。因为水太少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东西上面这些东西是什么？樟脑。樟脑。你怎么知道它是樟脑？因为盐比较溶于水，樟脑比较不溶于水，所以是盐先溶于水。哦，他很聪明哦，他非常的聪明哦，讲对了。本身同學當強呢，流水多多糯沙，老鹽老公下嘅比嘅地度，落噶。鹽凍叫做用到水底都唔見睇了，搶出糯沙好多水面後，兩下班就老鹽老糯沙分開來了呢。哦，累死了！哦，累死了，我油死了，快甜死哎！你做到呀哎，那你会不会想要跟他一样，就是把水加到满？你要不要把糖加到满试试看？好啊，试试看好了。赶快来啊！好在糖加的同时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盐会先溶。盐会先溶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好，满了。搅一搅。好难搅，怎么这么难搅？粘在一起了。
哇，老沟通多毕业的都念，而且動態呢，真要攀快落去錄嘅天堂誒。驗老腦沙，你會夾咗尿，用掉一段時間過後，又係冇辦法分得出來。看起來呀，溝通係做唔得嘅。哇，我非常有耐心的同學，累了嗎？对，知道嗎？要不要換個方式？呀，還有別的方式可以選。呀，這麼堅決，那你現在分得怎麼樣？这边是蟑螂，哇，這是樟腦嗎？同學，大家來看，這是樟腦嗎？拿去比對看看就知道了。比比看，它像什麼？是哪一個？拿一點點刀子，樟腦啊，好，把它到旁邊。對，樟腦一塊一塊的。剛剛這邊是樟腦嘛，對不對？嗯，好，這個是你分出來的那一塊是你分出來的。對，那你的鹽在哪裡？這個全部都是鹽嗎？我不相信。开玩笑。如果我把你的鹽放在我的杯子裡加水的話，如果全部都沉在杯底的話，這表示你成功了。如果有樟腦浮在水面上，這表示你失敗了。要不要試試看？来呀、哦，有信心，很好，我們就來試試看。哎呦，我係比較同嘅同學接受挑戰了，一下攞佢分出來嘅鹽，多數個畢業的度，撈一起的水，看哪幾個會用吧你。有沒有浮起來？有沒有東西浮起來？而且好多啊，比我的杯子裡還多。怎麼辦？還有浮起來的。你失敗了。這種失敗了。所以說，還是要用水會比較精確，對不對？哇塞，早餐就不要用火了。有一些燒焦，我覺得燒焦是樟腦，因為樟腦是要做成樟腦油嘛。如果點火它起火的話，那燒焦應該會是樟腦才對。哎呦，金佳老師，煙怎麼那麼大？好，我跟你講，你有沒有發現事情呢？你有沒有發現燒的結果以後嘞，哎，有一堆黑黑的，這一堆黑黑的嘞是它燒完以後的碳。我們把它挑開來看看，有一堆哦白白的東西，有沒有？那個就是我們鹽巴，鹽巴哦是燒不起來的。那樟腦嘞是可以燒得起來，對不對？對，所以它用燃燒的方法嘞，哎，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哦。火爐弄啥小槍槍嘞，全係唔會少睇嘅人，哎，成功了。同學，你用的是什麼？油啊，哇，好清澈哦。來看一下，你覺得下面這一層是什麼？我覺得樟腦跟鹽都有哎。哦，真鹽呢，老師，這樣怎麼辦啊？看起來沙拉油咪做唔得呢，老油倒出來，加水落去，用落去滷啊。咦，而家係出咗嚟撈腦沙撈鹽分開落嚟呢。所以樟腦有沒有完全被這些油給溶解掉？沒有。沒有，所以油比較好，還是水比較好？水，哎，好棒！我們給同學鼓鼓掌。同學，因為係馬街酒精啊，看一下，有看到馬街冇漂用的嗎？底下有沉澱物。有沉澱物係馬街嘞。鹽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你覺得是鹽？因為這杯是鹽，它們兩個長得很像。哦，阿磊，你還有看到樟腦嗎？還有嗎？沒有。阿磊就會講啊，酒精是溶解樟腦最好的溶劑咯。馬街方法同學都試過嘞，有撈水嘅、撈沙拉油嘅、用火燒嘅，還有一粒一粒甜甜的糖嘅。故事啊，根據教下嘅聲音，成功撈腦沙還有鹽噴出來嘅油，鹹鹹的水，有了電機火，冇辦法噴出來嘅係沙拉油還有果糖。安陽同學有了解冇啊？金老師呀哈，哎呦，樟腦沙來幹嘛嘅嘞？好，接下來我們來玩一個升華的遊戲哦。同學，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什麼？冰塊。冰是什麼？
么态？固态。那如果我继续把它加热，这些冰就会慢慢变成水。那再继续加热呢？水蒸气是什么态？气态。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些樟脑沙，它是什么态的？固态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让这些樟脑沙直接变成气态哦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试试看哦。材料有塑胶罐的、铁盖的、脑沙、冰块、两个塑胶皮的、棉布、钳档、填缝布、剪刀，还有碰样。接下来是回事了，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首先呢，请诗静姐姐帮我们把煮过的热水倒到这个瓶子里面去。倒小水倒铁，拖塑胶皮的地度装脑沙，用铁盖的等啲水调度来煮。捞轻淡，让拖那个一个塑胶皮的带下，用棉布缠一圈，再过来捞皮的贴到装脑沙嘅皮的当方，捞蛋糕整个皮的装成冰块，按样就完成哟。我们现在整个架构呢都已经完成了哦，但是升华呢，樟脑的升华呢需要一段比较久的时间。好，那在等待的同时呢，我让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。哦，看起来好像球哦。好，看起来很像一颗球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跟它为什么容易升华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哦。樟脑分子嘅形呢，是成为一粒一粒嘅球嘅，球嘅和球嘅之间变动嘅面积较小，引力咪较小。樟脑分子吸收充足嘅热能，无太气温力，就会照出固体表面，形成樟脑小气，直接从固体变成气体，按样就会升华。那同时呢，我们来观察一下里面樟脑的变化哦。大家看，各位同学认真观察看看哦，里面的樟脑有没有变成液体？没有。没有。那它会用什么方式会爬到上面去附着在上面呢？升华。经过太阳2点钟，才形成个樟脑结晶，到底是乜嘅形呢？你们看上面的樟脑好像针一样哦。真的耶。真的吗？我也要看一下。哎，真的哎。哎，你要不要看？真的超漂亮的。诶，真嘅想唔到，啲脑油结晶变做嘅脑沙，一到时候升华过后，为啲天当当好，其实暗地里下嘅樟脑结晶呢，看同学看到木当当诶，真嘅很神奇哦。这是说棉花。这是由一般的棉花加硝酸加硫酸去做出来的。哇，很神奇哦！和面到底让一般嘅面呢有乜嘅冇用呢？你就将一般嘅面嚟吃看呐，见不出甜唔会臭啊，甜都会和面，也还做臭嘞呢。臭臭的。好，我们来点点看。好，给我啦，我帮你点啦。没有。可以放手都暗忙，多大会用和面干嘛呀？我们把这个火棉丢到樟脑跟酒精溶液里面去以后，它就会形成一种很有弹性的胶状物质。那个弹性的物质呢，就是最好用的塑胶哦。接下来，小露露嘅制作材料有一般嘅面呢，捞和面、塑胶皮嘅，用落进去，脑沙、混芡胶、竹块嘅，然後用落进去倒到皮嘅地度去，撈腦沙撈落去，滷啊。啲兩個皮嘅地度，一個表面嘅，一個表和面，按樣做咗嚟動清楚比較出兩隻無同樣嘅蔬菜喲。看睇個按認真啲嘅滷，會產生乜嘅結果咧？耶，味道怪怪的。那借我一下，借我一下。好，摸起来好奇怪啊，而且这很像一种药品的味道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那我最近受伤，擦一下好了。我这里还有。那你自己擦。哎，我们变成这样子哎，你们嘞？好恶心哦。我们还是一样，超像棉花糖。我们的都白白的哎，而且我们是根本没有变化哎。跟市面上卫生纸加水没两样嘛。哎，不如倒出来看看。好啊。好，
一点点就够了。差太多了啦。对嘛？你看你的，再看我的。不要，不用啊。对啊，这叫艺术，好不好？笑脸。哦，原来呀，这就是赛露露啊。啊，我们这都没有变化哎，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好玩？我的妈呀！啊，那我们这边橡胶出了，整只手都是橡胶，好恶心哦！到时候我就要被摆在便利商店了啦。季谦老师，可以。所以这个干掉之后啊，就会变以前的那种，就是最早期的塑胶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我的手会不会变塑胶啊？同學，冇人見咗，細露露露嘅田野10分之重，所以留佢4將來出做的咧。在这次活动中，我学到许多事情，例如樟脑竟然变成火药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今天录影学会了很多东西，学会了和了解到很多关于理化方面的问题。虽然我理化还蛮烂的。今天这个活动，然后让我了解到很多，也让我知道说原来科学它就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然后经过这次活动之后，我也学习到很多，然后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。然后这次的活动让我对科学有更多的兴趣，相信以后我会在自然科学这方面有就是更新的启发。是喺台灣經濟論研嘅總腦之初呀，一下長春冇幾多嘅老師傅，還堅持傳統嘅做法。今晡日總腦之邊本同學吃嚟神奇嘅腦沙老養父女生呀，看到生發過後，現實嘅總腦結晶，本同學見過有冇人的影響呢？還有身體方面，既然做得到腦沙，有到晶體，做出頭髮嘅手搞手碌碌嘅，這你嘅傳統地圖沒有口號呢？有客家高口號，台灣怪獸，耶！知道嗎？要不要換個方式？還有別的方式可以選。這麼堅決，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升華。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試試看哦。哦，累死了！好累死，害我油死了。哇，甜死嘞！哇塞，早餐就不要用火了。同學。